各位万城里的里民大家好，这是万城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任务今仔日呢，我来食这 pop cheese 就好食的，这样，等下等我补一下。你安尼害我只要做水去台湾 Toritos，这本功课好歹势。今仔日对呢，吼，咱请到一位里民来开讲吼，所以今仔日气氛安尼较轻松吼。对，这位里民是咱进前伫这个澳洲线顶台语开讲的一个朋友，听伊的故事，感觉哦。这个人就有想法，伊是迄款会主动换较工课的人，伊会主动想讲若是无法度去为公司做啥物新的物件，伊就感觉讲会当走安尼。我感觉这是真了不起的精神，因为真的，我家己是英文叫做 minimum effort， 这我家己学好的啦，就是我若是会当考60分，拄好 pass， 安尼我就绝对袂认真冲到80分的迄款人。我一个工课，我都爱做较足痛苦的，也是讲头家叫我走我才会去想办法找另外的头路。所以我感觉伊即款精神真是真了不起。所以讲即位里民伊伫为澳洲转去台湾做工课，即段时间伊换过袂少工课。毋过我才会先甲大家说明，就是因为咱即个产业的特色，所以其实定定换工课无一定是讲你带袂调，还是讲你个性袂合，当然嘛是有即个可能。毋过有当时因为咱即个产业就是公司的改组啦，还是讲红白去等等的原因，所以像我旧年就换3间公司毋过就是拢毋是我家己自愿的，除了最后一个啦嘿。所以话转讲来讲倒来，即位里民伊虽然拢是住伫台湾，毋是过伊服务的公司诚侪拢是外商的公司，内底就是各文化的人拢有，所以咱今仔日就是用较轻松的态度来想讲来邀请伊做伙来开讲，来讲即个康宝港文化的人做伙做代志的一个经验。毋过咱先请伊来即个自我小解一下。好，大家好，我是尤啊，我其实是台南人，拄则帮我介绍我的花，尊重者，我是任务。不要跟这种买当处理，你继续讲。歹势，你还叫我休息啊，不要安尼啊！休息就是会安尼，就恐怖了。好，继续。简单介绍，我伫2017年的时阵，我去荷兰读硕士。我是算工作几啊年，较存着钱就无简单较出国去读册。所以我对会当出国这件代志，我是做认真咧看待，而且我设的目标就是我想要伫澳洲食头路。毋过就无拄着 COVID， 迄阵澳洲是真凄惨，规个拢封起来。因为迄阵我入去公司无甲3个月，迄阵公司无法度一直了钱，所以伊就开始甲一寡未摕着迄种正式合约人拢先改掉所以迄阵心内底就无甘愿，毋过嘛是爱转来台湾。迄阵转来台湾了后，我就想讲，我刷落来要做啥物工课咧？因为其实我去澳洲了后，我就是想要互家己一个足大的转变，就是我无想要搁做我较早出国进前的迄寡工课。我迄阵住伫荷兰，荷兰是一个足重视即种环保还佫有啥物 renewable energy 即种物件的一个国家。因拢行伫即个世界头前诶，尤其是风电即块，我佫知影讲咱台湾的政府迄阵就是要全力来发展即个风电，所以迄阵我就看到一个机会，我会使入去即个产业，因为台湾目前迄阵无专门咧培养即方面的人才，
所以拢爱靠澳洲还是外国的专业的公司来甲咱教、甲咱带安尼嘛。所以迄阵我倒来了，我发现讲，因为我的背景毋是读工程的，是读文的。你知影台湾是一个对文读文足无公平的一个社会安尼啦，嘿啊，就是对，歹找着一个重理轻文。所以迄阵我就先找着一间新创，伊是台商，即个头家伊的理念是伊想要做一个比锂电池较安全的电池，伊的理念足好，毋过伊的资金甲伊的做代志的方式无法度，互伊的物件量产，所以迄阵我差不多待3个月的时阵，我就感觉即间公司袂使呢。所以我就是最勇敢的，就是甲头家讲，安尼我想要走啊，落尾要走了，我就感觉讲，我无论安怎，我一定爱入去即种较大的公司啊。然后有一天我看着104有开一个课，迄个课是一间足大间的公司，我若讲出来，可能大家人拢知影。毋过迄个课是 contractual 的课，就是讲，伊讲我先甲你请一档啦，一档以后吼，若有需要吼，较搁看卖要来签，继续签合约无安尼。迄阵我就是做丢丢，毋过我的心内底甲我讲，这有可能是伊的一个机会，因为伊咧借迄个课吼，无要求讲你一定爱是工程背景的啦，伊是算迄个咧管理迄种工程的文件啊，还是一寡test report 即种的。然后我就入去啊，入去了，原底伊是一间瑞士商，然后我入去公司差不多半冬了后，阮公司就去另外一间公司借去啊，卖掉啊，结果阮公司就变做日本商。迄阵入去了后，大家开始感觉公司做制度的啊，拢有 training 啊，足好诶。然后逐工拢爱甲足侪国家诶人开会。落尾后，佮差不多住伫要一档了后，我就发现讲，阮头家一直甲我讲，伊要甲我升做正式诶，安怎。迄阵这一档来，伊叫我做足侪，毋是我需要做诶工课，我拢忍耐落来。所以迄一寡无人要做诶工课，全部拢等互我。嘛无加薪水，我嘛是继续做。但是落尾后，我就感觉讲，是毋是有会当来甲你讲条件，因为一档伫要搞。所以阮头家甲我讲，有伊做1年外，伊要甲我升做正式诶。结果我本来是document control，落尾后伊甲我变做迄种 business assistant， 变做啥物助理。我听着我就做袂爽诶，我感觉讲，我做一档，你佮甲我变做啥物 assistant， 而且我原底做诶工课，我本来就爱做，我爱佮加上去斗，甲迄业务斗3工但是表面上看起来，即间公司足好诶，伊甲我升做 permanent， 而且薪水嘛有好笑，薪水有加啦，加3000啦，抑毋过工课是3倍济啦。所以迄阵我就是足生气诶，而且因为我迄阵伫即个工课内底，因为我诶客户，我有足侪案拢是风电迄边诶工课，风电有足侪拢是外商嘛，澳洲商啊，我就知影讲，其实因诶薪水拢足好，嘛渐渐了解讲，伫个 energy 即个产业，尤其是做工程诶啊，其实因有足侪 contractor， 所以伫因诶眼内 contractor 根本就毋是啥物足见效诶代志，所以就是因为有即个公司诶关系，有去接触到即个产业诶人，所以就对家己愈来愈有信心，知影讲安尼，阮头家是咧甲我糟蹋。我若继续为着要一个稳定诶工课继续留落来，我就是去互人糟蹋，所以我就甲阮头家讲，敢会使请伊互我另外一个 position。因为迄个 position 嘛是足重要，而且是我原底就咧做诶代志啊。伊就讲，无法度。所以迄阵我就最勇敢讲头家讲，歹势我无爱接受你即个 offer。所以我就是决定要走。走了，其实迄阵有足侪黑hunter来找我，毋过我拢无讲着一个我感觉
足介意，还是足要怎讲足符合我想要后一步想要发展的课。落尾后就是我互我家己3个月的时间，3个月即个时间若到，有啥物会当做的工课，你就先去做，只要是即个产业的拢无要紧。所以迄阵时间伫要到啊，拄好有一间咧做迄个太阳能的公司，因需要一个咧做工程的planning 的一个人，因为即个物件是我想要发展的一个要讲一个专长对啊，所以迄阵因想要找我去，因为伊看到我伫头前迄个公司，感谢头前迄个公司有够大间。我就是实际上去因的规个太阳能的工程的案场，就是落去学就对啊。毋过你看人生嘛毋是遐尼顺的，我入去嘛是差不多3个月，我就感觉即间公司怪怪。第2个月了，我就开始规人就开始放空你知无？迄阵我就是感觉讲，其实我想想诶，我也是较介意风电，因为我感觉风电较侪物件通好学安尼啦。太阳能毋是无好，其实太阳能诶技术足成熟诶要怎讲，捌诶人足侪啦，就变成讲我要伫遐内底出发佫较困难。落尾发生一个天上落落来礼物，就是有人伫LinkedIn看着我诶。迄个 HR 就打电话互我就因为安尼得到即个机会去即个荷兰商来做风电。但是因为这嘛是一个 contractor 的工课，因为迄个风场的案要做，嘛是做差不多1档，安尼就来结束。落尾后结束了，佮加入我即马即间公司，即间公司。原底是一间美国的公司，毋过去互西班牙甲伊食去啊。所以讲公司内底即马嘛是有足侪文化做代志的文化的冲突安尼啊。这以上就是我的自我小解，讲了有淡薄仔长，毋过就是互大家知影讲，拄则恁母讲诶，讲我为澳洲转来了，其实是真正换过足侪工课。你安尼算算差不多有5个工课，毋过我转来嘛，当伫要4档尔。安尼后一段我想要来讲，就是咱拄则讲过，因为大家拢有伫台湾，有伫英国食头路的经验你中嘛会拄着无共文化背景的人，所以咱大家就是用个人的经验来讲，较无共文化的主管啊、同事啊做代志的一寡经验较心得。因为安尼讲，这范围伤大，所以咱就先用规个大方向的语来讲。头一个就是即个对放假的态度，因为听到台湾人讲吼。啥物有假收袂着啦，主管无准假，啥物货，毋知你讲你的经验是安怎？若讲到这放假吼，我就有足深的体会，因为我第1间公司是台商，第2间公司变做日本商，即2间拢属较亚洲的文化，所以因对请假就是伊有互你假啦，毋过你请假的时阵，你的 Teams 可能嘛是爱开咧。我伫咧迄间日本商的时阵，就有发生过一个代志，互我感觉足不可思议，毋敢互人相信。就是我有一个 PM 吼，伊足早就甲阮主管请假，就要甲因男朋友去小琉球佚佗啦。阮主管嘛准伊假，阮主管是 Operation Manager。Operation Manager 是阮咧开逐个月 Operation Meeting 的时阵，伊就是迄个主讲人嘛，伊爱甲阮的头 APEC 的头报告，伊竟然当场敲 Teams 互阮迄个 PM，然后伊甲伊讲，
你休假足歹势，也毋过即马吼 ，administration meeting 咧开会足重要诶代志，你是 PM，所以即件代志一定爱你来讲。啊，阮 PM 就足无奈，因为其实伊迄阵是咧当咧坐船仔要为东港过去烧溜溜，伊就有够衰，伊就个鼻仔懵咧，甲伊诶电脑开起来，伊就伫咧船仔顶悬安尼。开会，啊，无好甲在无兴趣呢，啊无就吐出来。对啊，所以阮全部拢感觉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想要你家伫咧会议顶悬直接敲 Teams 互迄个 PM，啊你毋是 Operation Manager 嘛？安尼你到底是咧创啊？系啊，所以为迄阵我就知影讲啊，惨啊！即间公司休假是会互你假啦，也毋过主管要叫你创啥吼，嘛是爱做，因为伊三个字甲你讲死，责任制。哦，啊，一直到我离开即个荷兰乡的时阵，我印象足深的哦。若到6点的时阵，我若搁坐伫电脑前，我荷兰的同事就来摇我椅啊，讲：你紧下班哦，你一下公司袂互你加半sen钱哦，你紧走哦。啊，我就足袂惯势，也毋过规个办公室无人，剩我伫遐，我嘛会惊，啊，所以我就走啊。啊，毋过我心内底感觉讲足歹势，毋知咧歹势啥，奇怪，公司也无互我钱，嘿啊，其实因是真正是工课做了就走啊，根本就无人会管你，嘿，尤其是有人，我发现讲，奇怪，咱3点，伊就咧讲拜拜 ，see you tomorrow，我讲，即摆3点尔咧，伊讲我工课做了啊，啊，然后放假诶时阵哦。有啥物代志是迄个人爱处理对无？啊，我就想讲惨啊！阮即个 PM 甲会像进前迄个 Operation Manager 安尼敲 Teams 互伊，结果阮 PM 就讲啊，即件代志吼先安尼藏咧啦，因为迄个人今仔休假吼，咱莫甲吵，休假转来咱甲处理就好啊，无要紧啊。阮遐是我真正住诶迄个英国诶公司，因为可能是因为伊是半公家诶，所以伊就较爽啊。有当时啊，若是有人排迄下晡4点诶会，我诶主管大头家哦，就会讲 Who would organize a meeting at 4 o'clock？ It's like 伊讲啥物人会安排下晡4点诶会议啊？好赞！你晓诶，通常啦，若是厝内有囡仔诶，差不多3点就会消息啦，因为迄着爱去带囡仔去接囡仔。啊，毋过进前嘛有遇着，就是因可能3点去接囡仔，等囡仔咧食饭还是咧困诶时阵，可能8、9点才会回你诶 email，就是可能用较 flexible 诶时间来去安排伊诶工课安尼。啊，另外一个是对放假诶态度，我有发现就是至少我看到诶，就是新人啊，通常放假就是放假，伊就袂回。啊，毋过头家呢，颠倒会较接咧回，因为是伊家己诶生理，所以较紧急诶代志嘛是会回安尼。对啊，所以我感觉这就跟第二个议题有相关，就是因对工课处理诶态度。比如讲我英国诶主管有迄款，你若是物件 delay 吼 deadline 到啊，交袂出来，伊就有一款 Oh,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的迄款语气，伊就是讲好啊，啊无你是要安怎？啊个着 deadline 着搁甲刷较后壁诶啊，嘿啊。啊毋过我感觉可能亚洲诶主管可能着对时间会较敏感。你讲诶无毋对，就是亚洲诶公司，你讲要交，你一定爱交出来，而且伊毋是迄工交出来就好啊，你可能爱提早几啊工，搁互你诶主管 review， 安尼你才会使交出去。嘿，交到客户遐，嘿，啊，毋过我先讲，我即马西班牙即间公司诶态度，甲恁母恁迄个英国诶相像，就是我著交袂出来，无你是要安怎？你甲我教安尼，嘿啊，就是有当时我讲，吼你是收人诶钱做代志诶人，你佫比人较唱笑是安怎？佫比客户较唱笑，我拢会感觉足惊诶。我其实做袂惯势诶，因为亚洲诶公司拢会，阮讲诶拢会归客户嘛，客户讲诶拢对。
客户嗯客户讲啥我就做甲到，无想要得罪客户。啊，西班牙就是像恁母讲诶，就是若毋是交一半吼，交甲哩哩落落，啊无就是我交袂出来啦。啊，大概阮若要做伙甲西班牙甲客户开会，我拢感觉吼足紧张诶，等下毋知佫要出啥物招啊。等下有可能讲我交袂出来，啊，所以阮拢开会进前差不多3-4工，阮就爱三催四请安尼讲，啊，你要交互客户物件，你做好未？你做出来先，互阮甲你看一下，阮甲你检查一下，敢若国小诶老师安尼哦，阮拢爱看因诶作业有写好无安尼，啊，但是拢催袂出来，拢讲啊，放心啦，时到阮就会交出来啊啦，拢提早讨拢讨袂着物件，拢毋知影因到底是有做啊无做。啊，来到要交物件迄工，迄个客户嘛是上线顶啊，伊就讲好，阮做好啊present 出来，客户讲对啊，你真诶做啊哩哩落落，毋是爱有啥物诶，那拢无啊。哦，迄阮搁咧做啦，后盖遐做互你。哦，真正是一直拼唱歌咧。后来我感觉卡面做工课做久啊，嘛是开始有产生迄款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kind of 态度呢。就是开始卡面做放雨伞，因为逐个拢伫遐放雨伞，我是遮定睛是要死哦。真诶哦，我一个人是咧赶啥货？真诶，我甲你讲一个上好笑诶是，阮足紧张诶，啊，阮着甲迄资料、甲迄客户要求诶物件拢整理好，整理一个 email，啊，阮着 send email 互头家讲，这是客户要求诶，啊，阮整理好啊，恁敢会使帮我回答？阮已经甲伊整理1、2、3、4安尼，已经条列式啊。已经足简单化，啊讲啊，你着只要回答阮这问题，安尼阮着会替你甲客户解说。啊，你个会使甲阮讲，这恁即马处理了安怎？是啥物情形？客户是要了解。阮头家回 email 讲，你免管遐济啦，你毋免紧张嘿，你莫处理这，你去休困，毋免处理这毋免管。真正我看着迄个 email 讲，哈？头家叫你莫做，你做伤济啊！我逐工拢咧冲击我诶新诶观念，啊，毋知影英国敢会？我感觉英国是足照规矩伫行，因袂想要变通。对，我之前伫咖啡店有当过无共款国家诶经历，逐个地区诶，就是逐间店诶服务方式拢会小可无共，因为经理诶关系。啊，英国就做这细化，因为因就是伫训练诶时阵，因就甲员工讲你一届爱服务2位人客，啊，因得照即个方式，就算人搁较侪，因不管安那，因拢服务2位人客。啊，毋过受东欧诶经理，因得感觉人客侪诶时阵，因诶骹手爱较美丽，就是爱互遮诶人客毋免等受久，所以因拢会以家己诶能力为主，会当服务几个就会服务几个。所以我迄当阵嘛吼，因为带我迄个是Polish，所以迄当阵一届无用诶时阵，拢服务4-5位人客呢，啊记有当时可能更毋是干点一杯咖啡尔，所以有当时一届都爱记10杯咖啡。毋过你会感觉真正一目，就是英国甲东欧遮诶个。有当时是因为因头壳较定啊。对对，啊你若甲迄个啥物意大利甲迄个你头讲迄西班牙诶，就是甲遮同事上班就逐工咧想开 party 安尼。对，所以无伊诶事，伊嘛小可甲迄个人客拉咧，啊明明就是无伊甲要死啊！迄外口佫足侪人伫排队有无？对，这就是阮逐家咧 Teams 咧开会诶时阵啊，头前诶10分钟可能拢咧拉比赛。How are you? How are you today? Yesterday 我去啉着一罐足好诶红酒，安怎啉绝要去台湾较早互你啊！头前拢咧开讲，啊明明代志要做袂了啊！系啊，英国真正就是头壳足定，受恁母讲诶安尼，因着感觉讲啊，阮放假就是安尼，伊也无叫我加做啊，也无系啊。无伊嘛惊讲加做会出啥物问题，伊无想要去负担遮个
责任。我家己有安我家己尼感觉啦。是感觉伊嘛无想遐深，因可能就是会讲，哦，啊，毋过婆仔就是安尼写诶。对对，我就 OK whatever。嘿，对，就像那，敢对真好笑。对，啊，则过来讲着即个同事之间的甲即个关系，我家己的经验是，我家己感觉我较台湾的同事会较慢熟，啊，毋过你一旦若是熟了，你着真正熟啊，你就是迄暗时会约出去食饭、唱歌迄款的，啊，可能结婚会哦，去对，放贴啊，有无？对，嘿，嘿，之前我伫台湾的公司，佫有迄个 gym 健身房，所以伫遐佫会当熟悉无共部门的人。啊，而且伫即个台湾，逐个拢会做伙伫什物订饮料啦、鸡排啦，还是讲做伙买啥物物件，啊，咱拢会足侪机会当熟悉无共部门的同事。啊，毋过我伫英国的公司的时阵，毋知是毋是因为我是拢是伫厝里办公，啊，佫逐个拢有家庭，所以伫一开始拢会讲哦，敢若足亲的安尼哦，啥物拢会当讲，啊，毋过就是上班会开讲，啊，毋过完全袂私底下约，啊，你若离开，你就离开啊。对，这我嘛有感觉，因为我之前伫迄间英国的店咧做业务的时阵，就是下班经理会招去啉一杯啊，还是食饭啊，啥物的，啊嘛有迄个 Christmas party 即款，啊，过是离开了后，就拢无咧相招。嘿，到这是我伫遮10档啊嘛，到这是会个联络的，真正是以前有做伙做工过的欧洲的同事。就是毋知呢，我感觉英国人有一点仔歹斗阵，嘛毋是讲歹斗阵，就是歹交朋友。对，因可能逐个拢是 I。对，我全国拢是 I 人。我嘛是 I 人啊，我嘛是啊。我嘛是 I 啊，毋过你敢知影？我伫英国结婚请人客的时阵，我即边出现的亲友哦，较阮翁是病济呢。我嘛是呢。Excuse me, who is the foreigner here？ 而且大概讲啊，啥物咱代志出问题，爱找朋友斗相共，啊，大概出朋友的迄个人是谁？就是我本人。Where is your connections？你知阮囝逐不时拢会甲因爸爸问讲，你到底是有朋友无？你有偌济朋友？我之前嘛想甲阮翁呛一句济。伊真正，我之前甲讲有人退休就搬去泰国啊，因为一个规个庄仔内底拢是外国人，啥物巴拉巴拉。伊讲啊，毋过我伫遐会足孤单，拢无朋友诶，因敢会讲英语。我讲规划内底拢是白人，拢嘛会晓讲英语。啊，而且你住伫英国，你敢有朋友？你朋友是偌济？2个哦。2个嘛是有算朋友啊。That's rude。啊，毋过是事实，歹势。对。当我伫荷兰的时阵，我就有听着足侪先辈甲我讲，荷兰人你甲伊做工过的时阵，伊会对你诚好啊，诚客气啊，啊嘛表面上甲你袂歹，也毋过其实伊下班了，伊就袂甲你小借问。啊，假日的时阵，你要招伊出去，佫愈困难，尤其是已经结婚有囝的人，因足重视家庭的，所以伊会甲时间留互因兜的人，而且因同事甲朋友分甲足清楚的。啊，我感觉就算讲我落尾伫即寡公司内底足侪国家的人有，啊，但是因为我感觉，因为逐个拢是外国人，啊，伫即个台湾即个所在咧做 project， 所以咧做 project 的时阵，逐个感情会足好诶，因为你原底朋友拢无伫遐，啊，所以你会当出去诶朋友，就是恁 project 内底诶人。也毋过只要因放假转去，因差不多会放假6礼拜转去，含一个海就无。系啊，就规个消息。我感觉需要有一方较主动。啊，我诶感觉是讲，即个人我若感觉伊是我真心想要交诶朋友，我毋是甲伊干那当做同事尔，我会主动去甲伊联络。因为你若是伫遐等待人要来找你，我感觉机会是真正较少，嘿啊。
这是我的经验。对啦，我感觉讲即个机会嘛是淡薄仔是爱家己去创造的啦。对啊，若无咱伫英国是安那会当做到咱的朋友比咱的本地人使搁较济。所来讲着即个升官的问题吼，就是即个你感觉讲伫外商啊，含伫台商啊的体制内底，即个升官即个文化，还是讲即个时机啦吼，有啥物无共？我感觉伫外商是做看主管的啦，主管有介意你无？我感觉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因为我较早伫台商的时阵，我感觉大部分会当升官的人，拢是伊有足明显的一个表现，譬如讲伊的能力足强的，伊替公司赚足侪钱，即种的，但是伫外商，我感觉有当时啊，我的经验，这是我个人的经验，是只要主管介意你，其实你的能力足普通的，你嘛有可能会当升官。我毋知恁敢有伫英国敢有即种感觉？我之前公司伫英国合作的厂商嘛是啊，迄头家因囝伫即个公司内底做小主管，有一个经理拢会牵伊做伙出去啉酒到天光的，所以伊就是伊要升官，啥物人拢足顺势的。听讲有一工，即个小老板伊的朋友佮穿前一工的衫去上班安尼就准煞就穿同一领衫去上班了，伊的胸口头前是蒸一暗吐出来的物件打起的火，佮伫遐就穿一件垃圾衫，系啊。毋过伊嘛是，就是拢会互即个小老板诚照顾，啥物好看拢有伊啊。毋过其他我也无啥物升官的问题啊，因为拢是换一个工课了就顺续换即个职顶，所以嘛可能是因为产业的关系，所以其实无啥物好通好升的啊，就是咱的组织拢较无迄个 hierarchy 嘿。不过我感觉伫英国，因为我较早是做的工课拢是服务业，所以这升官这其实拢是看个人的意愿较济。是我之前伫咖啡店的时阵，因都有做完整的体系，就是你若想要继续升起嚟做 shift leader， 还是店经理即款的，有规套的会当帮助你去做即件代志。你若想要行员工教育，因嘛是有，就是你家己爱主动去问。像阮翁因的公司嘛是，我感觉因遮通常拢是，你若能力，还是你愿意开喙去问，你的机会就较济安尼。对，这我感觉，我的经验嘛是，就是讲伫外商你爱想办法找机会。第一，你爱敢开喙去问嘛；第二，就是你爱伫咧对的时间有对的表现。所以第三，你需要有运气。我感觉像我较早就是安尼，戆大做我的代志。我感觉我甲我家己的代志做好，我的主管就一定会看到，一定会知影，一定会甲我升起来，还是加薪水。落尾我感觉无呢，你做到要死的我，根本也当作无看到。但是我感觉迄足敢讲的，足敢大遐开喙的人，因拢会去互看到。就人讲会菜囡仔较有迄个糖通去食，对无？爱找一寡适当一寡机会用较自然的方式，互你的主管知影讲你到底做啥。尤其像我即马，我的主管根本就无伫台湾，伊哪会知影你逐工在创啥？我感觉这就是一个足危险的代志。所以讲迄阵我因为较早的外商的经验，互我知影讲绝对袂使点阮心做家己的代志的，毋茫讲你的主管拢会知影。所以我你若有做啥，你发 email 还是甲你的主管讲，因为像我有一个同事，伊是迄个点做的人，伊无用一寡方式互主管知影伊咧创啥，所以迄阵咧 performance review 的时阵，主管就有讲，这个人入来到底是咧创啥，我哪会对伊无啥物印象，无法度甲伊拍伊的分数安尼所以伊迄阵就是足危险的，险去用 lay off， 还是落尾有台湾的同事帮伊讲话，较甲伊救转来，伊迄个伊嘛是惊着。
嘿，所以我感觉就是你爱敢去开喙。对啊，讲像英国遮啊，因迄个迄什么 probation，就是试用期到的了后，因就会甲主管讲因要加薪。They pass their probation, so they are qualified to ask. 最后呢，咱来讲一个是可能大家嘛会遮重视的，就是即个公司对员工职业生涯的一个规划。即由你拄着的公司拢是啥物款的？我的经验就是，若较亚洲的公司的主管哦，伊其实无咧管你家己个人有啥物发展的规划，伊就是感觉讲你即马我叫你做啥，你好好做会出来就好啊。可能嘛是有足好的主管，只是我无去拄着。像我伫即个荷兰商甲西班牙商做工课的时阵，我拄着的主管是差不多1-2个月还是3个月咧做 performance review 的时阵，伊就会问你讲，你即马做了安怎？你带落来，你对你家己有啥物规划？伫即间公司，还是你未来想要往对一个方面发展？像我第一届我就是无想法，因为我嘛毋敢去想，未想着。所以迄阵我的主管就甲我讲，你爱开始想即个问题，因为你绝对袂希望你一直做即个工课拢无啥物发展，所以你爱开始去想讲3档后，还是2档后，你想要做啥？公司会当互你啥物帮助，还是我会当互你啥物帮助？你爱想好。后边咱搁 review 的时阵，你来甲我讲，可能是因为迄间公司较有制度。我发现迄间荷兰的公司是，准讲你做甲袂歹，你想要升官升去后一站。譬如讲，阮的 PM 伊较早未做 PM 的时阵，伊是 senior engineer 安尼。伊甲我讲，伊迄阵要为 senior engineer 去升做PM 的时阵，迄阵其实伊已经做 senior engineer 即个课已经做7-8档以上啊。所以迄阵伊感觉讲伊的能力要升做 PM 是做有够的，也毋过公司迄阵甲讲，你爱通过公司的一个 online 的课。迄个课是专门咧，就是教你讲你要安怎管理一个 team，甲安怎。迄个课规个 training 伊爱上了，而且考试有考过，伊较有资格去 apply 要做 PM 安尼像我西班牙即间公司是，无做甲像荷兰公司遐尼幼路，也毋过主管嘛是会甲你问讲，你刷落来规划是啥？伊听了后，伊会互你建议。譬如讲，阮主管问我讲，你伫公司的未来规划是啥？我讲，我希望我遮个案做了后，我会当去别个国家做公司的案。伊就讲咱公司有一个制度是，你只要伫阮公司做满1档了后，你就会使开始去申请咱公司全世界的案，只要你有申请着，你就会使去做。所以我感觉其实伊嘛是足尊重个人的规划安尼虽然伊家己负责即个案，伊嘛袂感觉讲一定爱强迫你遮。我感觉这是足无简单的，因为大部分的主管拢会感觉讲，当然是你爱甲我案做甲了，互我有够彩，你才会使走我哪会使互你做一半就走，安尼我甲你顶找人，我毋是咧压价，所以其实我感觉毋管是荷兰还是西班牙主管拢真算讲真会尊重你个人的对头路的规划安尼。好，安尼我感觉今日就差不多毋过最后我想要提醒大家一个，就是咱今日是算是轻松的开讲啦，就是分享一寡咱伫外商做工课，含一寡无共国家、无共文化的一寡人做代志的一寡观察。毋过这实在是罔参考啦，大家罔笑笑的。毋过毕竟人是无法度去互 generalize 的，就是共款一个人可能一款米饲100款人嘛，这是个人的经验对，所以大家罔听啦，好。
对啊，今仔日呢，真感谢即个由我来咱的节目，同咱分享。啊，刷来咱就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食菜平安，再会。情况过一阵青菜，水果青的。内底落水客，参农民徛同齐，拢来坐，烧酒来奉茶。落水客，请人客，上生气的土地。稻仔青芳过一阵青菜，水果青。